中共突然放松防疫后，北京死亡人数剧增，殡葬系统不堪重负。有网友认为，原因不是病毒凶猛，而是当局之前掩盖数据，耽误治疗。根据网友13日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北京一家火葬场门前，运尸车辆在路边大排长龙等待。北京殡葬系统几乎瘫痪，家里死人没车接，没地放，连火化也要排队。殡仪馆的员工透露，火葬场24小时轮周烧遗体也烧不过来，连殡仪车辆都排到了12月20号以后。北京其他几家殡仪馆也都是相同情况，家属不能做遗体告别仪式，正常火化预约都排到了20号以后，除了火化不了，想找地方存放尸体都不行。太平间员工直言，连地上都放满了尸体。根据网友透露，家属把尸体拉到停尸房或火葬场时，还被要求填选是死于新冠还是肺炎。如果填写新冠，可能一律被拒绝收尸，因为选择肺炎可以不进当局的疫情死亡计算数字。为了赢，中共可以不要道德和人性。另一则视频中，网友透露，在火葬长队出现后，殡仪馆前出现了多辆警车，警察说不让排队，影响不好。网友感叹，影响不好的不是隐瞒，却是冬天排队送家人的普通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2医院副院长陈进宇最近多次在网上炫耀自己做了数量惊人的肺移植手术，外界质疑这些器官供体的来源是否合法。就在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之际，12月9日，中共器官移植发展培训网站正式上线。澎湃新闻报道称，这个培训网站是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开发，协助建立中国器官移植医师培训体系。目前全中国共有22个医疗机构成为器官移植医师培训基地。最近，中国多地频频传出了学生失踪的消息，很多人都质疑是否与活摘器官有关。中共官媒自己也公开报道了一些超乎常规的器官移植手术，例如武汉协和医院在同一天完成了3台儿童心脏移植手术。官方报道称，3颗心脏分别来自北京、广州、南宁，但只字不提供体孩子的背景，也没有提到获取心脏的医院背景。中共突然放松防疫管控，导致了各地疫情的迅速飙升，甚至冲击到了中共军队。中共解放军报12月16日发文，要求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部队的影响，透露了目前的疫情对军队的影响很大。在这篇题为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备战打仗的文章中提到，面对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备战打仗，两手抓，两不误，要体系解决疫情防控、隔离治疗和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最大程度保护官兵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部队战备秩序、训练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的影响等等。自由亚洲电台12日引述一位曾任职于中共军事媒体的人士透露，驻扎军事重镇保定的军队中已有大部分军人感染了中共病毒，也因此发生了混乱。对于这个消息，该媒体表示目前还无法独立核实。有关中共军队的消息在中国国内受到了严密管控，军队是否爆发了疫情，外界很难从中共官方得到真实的消息。土耳其不仅地跨欧亚2大洲，还与非洲也是隔海相望，其地缘优势众所周知。安卡拉现在有一个成为区域天然气枢纽的梦想。土耳其虽然不出天然气，但他想利用其地缘优势，成为天然气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平台。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在12月13日和14日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中西亚3国召开了首脑峰会后，阿尔多安表示希望建造一条新的输气管，把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送往欧洲市场。阿塞拜疆现有一条输气管道是经土耳其通往欧洲，而地处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则是当今世界继俄罗斯、伊朗和卡塔尔之后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的第4大国，其主要客户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不过土库曼斯坦当局一直在寻求市场多元化，欧盟是其想要争取的客户目标。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地理位置极佳，便于把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输出到欧洲。自乌克兰遭受俄罗斯攻击以来，埃尔多安利用这一契机，想要把土耳其打造成一个地区的天然气管线枢纽。他甚至还与普京就此交换了意见，让土耳其来中转俄罗斯的天然气，以供应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国际市场。安卡拉还希望在土耳其境内修建一条管道，用于输送以色列海上天然气去欧洲。但以色列对这一想法表示犹豫，如果所有的计划都得以实现，土耳其将能获得重大的经济利益。